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也参加台湾的生态旅行，一定的速度分享哦。故说有青岛的爸爸妈妈为特别带动今年的新年呢，来参加一种生态旅游的行程。也有青岛的农业啊，也係講農場呢，會特別推出一種行程來向大家來參加哦。從基本呢，我哋就特別邀請到來自重治乾生生態農場嘅蘇先生同管委來到現場。同大家來了解一下，佢哋啲農場啊，到底有乜嘅好搞好料，甚至於講佢哋有哪條嘅生態旅遊嘅行程哦。馬上就來請我哋蘇先生吧。歡迎蘇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許素貞，來自於乾生生態農場。哇，歡迎蘇先生，接下來係我哋嘅管委。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陳冠偉，我來自於乾生生態農場。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節目直播喲！哇，看到兩位其實都一定嘅後生呢，像蘇先生啦同冠偉，兩啥係乜嘅關係啊？冠偉係我細佬。細佬哦，我講啊，覺得唔能係嘅媽媽同奶嘅哩，有新上場哦，有失敗上場哩。呢，蘇先生頭都有講到啊，農場直播嗬，更加有嘅一定度，除了有農產品，又有生態旅遊嘅行程嘛。不過我想問呢講。做乜嘅人自家本身係耕田人家嘛？做乜嘅會想講來成立一個農場咧，來做一個農場？我之前我是開工廠的，我先生是公務人員，我們開農場，那是因為我先生退休以後，我們要請一個地方。來做我們退休以後的那個生活。因為之前我們兩個還沒退休之前，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所以吃都在外面，所以對身體來說是輕我們就想要說自己做友善的，就是做自然農法，種植一些東西切卡可以使用，然後也可以送給我們的一些朋友。你們自己本身唔係耕田人家哦，你們要來成立一個農場，應該冇簡單吧？你們有去上課嗎？有，我跟我先生呢去上我們屏東縣政府辦的那個農業大學。我先生呢是第一屆，我是第三屆。在上農業大學的時候，遇到很多那個年輕人，他們都是在做這種友善農耕的，所以我跟我先生就覺得還是要繼續做這個友善農耕，這樣子對我們的土地，還有對我們的一些我們的客人的健康，才是最有幫助的。如果去上課，真發現到，其實單槍人自家有一個想法，其實有幾多嘅後生人啊，也係講其他嘅耕田人家，更加悄悄嘅有一種想法，就是講，大家可以共下來行一條路嘛，唔係孤獨嘅行一條路，係咪啊？你既然做係友善農業嘅一個方式嘅農場啦，你感覺講生意都更加103年成立嘅嘛，都更加有一段時間咧，生意都更加唔自家感覺地位最冇簡單嘅事情係嘛嘅？其實都不簡單啦，因為做友善農耕它首先就是不能撒藥也不能用除草劑嘛，也不能用化學肥料嘛，所以有些的肥料都是七卡做的，做那個酵素易肥，然後對那個農產，對我們的農作物，其實是沒有很大的幫助啦。那個之前呢，我們還沒有做這個友善之前呢，是做慣行的農業。慣行的農業就是你一段時間就是持續的在撒肥料，持續的在撒農藥的。所以有沒有我們做了1年的自然農法，就是友善，那個我們家的經濟1甲地死了一半。原本有種嘅吉咧一家，結果後半年種用一個新嘅方式，就友善農業嘅一個方式，以後就死了一半以上。安尼貴多呢，一家一半以上，挺多嘅呢。那本來就是收成不是很好嘛，因為做友善的，它收成本來就是不會很好，然後又死了一半。
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觉得，到底我们做这个友善是不是正确的？我会怀疑这个。对，会心里有一点犹疑嘛，就是因为本来以前收入是很丰沃的嘛，然后做友善了以后，收成变得很少，那当然会去危险到我们2个的一些。退休的生活，然后你从那个生活的支持，可以支持嘛？对啊，所以有没有我们考虑了再三呐，还是觉得既然退休，我们也可以一些额外的奢侈品啊什么，我们都不要去买，持续我们的想法，去友善这个土地，去爱护这个环境。虽然讲我有怀疑的时间，我有想讲安尼都得要坚持下去嘛。不过想到好什么，这个精神，这个理念，还是讲安尼再来吃看下先，再支持一下，慢慢的，要个树上入问题的嘛吼。差不多1个月时间，你在树上这样有一般的问题那个程度。我们其实上天很眷顾我们2个。大部分一般的做友善农耕，大部分都要7、8年以后才会渐渐的有回收、有收入。那我们是3年以内，我们就把收支给平衡了。对，真是运气会好呢。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善的地方，善出发，那个上天他也会帮助你们。我就是一直秉着这种善的出发点来。冠伟，那这样我想要请教一下你自己原本就从事农业吗？还是你是从事其他的行业啊？我的话是从事餐饮业的，就是认识我老婆之后来帮忙农场的业务。对。所以你在结婚前就有想到说你会接触到这个跟自己原本职业不太相关的行业吗？一开始是真的没有想过。对。做到现在其实也是觉得蛮开心的啦，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收获，然后可以互相的重叠应用这样子，对不对？对，就是照这样，就是做那么久之后，发现到其实对我们的农作物、对客人都有品质把关。对。安尼说成这研两位啊，其实我安尼谈出来无相的专业嘛，按咱平时的工作，你用办去分配，用办去分啊？农场里面的工作嘛，我跟我先生是从事就是采收啊，还有一些制作。设计车行。那个行销啊，还有一些就是网络的在销售是由我的谁咯？他负责。关伟负责的行销的方面，关伟马上就想要来问一下行销这个部分，你加入之后，跟原本的行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就是产品包装，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会比较属于青年人，会比较属于文青的形态下去行销。然后会跟那个行销这个部分是跟老婆就是讨论说，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改才会符合现代人会比较想要购买的欲望。对。那这样子以前的那个农场是完全都没有包装的吗？以前的农场它有包装，但是包装起来不太，就比较属于婆婆妈妈喜欢的包装。对。年轻人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不会买。可是以前不是都有一段时间会讲究那种 local 风嘛，就婆婆妈妈的那种夹子袋啦，或者是那种以前传统的那种包装形式很受到欢迎嘛。对，就是目前看的话是未来发展的话会属于比较文青类的，大众会比较喜爱。对。所以像目前今天带来的这些包装都是后来重新再设计过的。对。哇，你说成这样，咱农场其实有某种的风格出现的，然后在关于加年之后，农场底部更加太有个有哪的个农产品啊？我有种金桔的，桔的，还有凤梨，凤梨，还有盐酸的。嘛个啊？
盐生的桑葚哦，松叶子，还有柠檬哦，柠檬，还有下雪芒果哦，番薯哦，那你糖烘的几多呢？你种最多的是乜个呀？种最多的吉的哦，吉的是最多的。从头先有讲到嘛，吉的盐分有1加，还有是里面做的一般以上，更加含有1加吗？有，重新种。哦，重新种过哦，哇，观众朋友，听到冇？说真在今年的理念改好呢，甚至于讲，你同讲到的一般的吉的，和坚持继续下去哦。不过坚持下去，底背有用版的故事呢，让你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说真在今日咧农场地边谈到吼，有种的按到的无共样的农产品，不过最重要的讲，农产品种好的品质按好，都大要用版去卖出去呢？冠伟，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重要？这么好的农产品，你们既然种完之后，一般你们都怎么去处理后面的行销啊？我们处理的话，就是会跟县政府配合活动举行那种市集，然后我们会有农产品市集展售。对，我们就是用这个加工品做农产品的展售去卖出。但是第1年是去热带博览会，然后妈妈之前有跟我说，就是说她在热带博览会的时候，她那一天，她原本带40瓶的金桔膏去那边卖，然后没有想到。那天卖的那么好，就是下午的时候竟然没有货了，一瓶都不剩，一出去就热销，然后完全就没有想到说客人接受度那么的好，对，然后到隔年的热带博览会就开始逐年增加，就是可能就从100瓶、500瓶这样慢慢变到5000多瓶，一年下来，对。就是其实通路也有配合县政府，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去 follow 一些小市集，像我的话就是会之前去高雄的家乐福的那 IKEA 那边，那边展售产品，那边比较属于文青的路线，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到，其实文青跟农创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对让客人觉得说，其实你的农产品其实大众都可以接受，对。然后像辣椒酱、跟荆棘、跟桑葚汁，其实在热带博览会都卖超好，对。那这样听起来是说后面的这些农产品的加工品卖得很好，那一般的生鲜的农产品呢？一般的生鲜农产品的话，比较好的果可能就是会去销通路商，比较不好的果可能就是自己做加工了。就是好的就是直接对外卖出去，比较卖相没有那么好的，可能就分送之外，最主要还就是直接把它变成加工品。对，本期更有加成。安尼做成这原本如果像讲来主要的农产品的加工嘛，还是以前真是卖唔出去的时间，在想到了主要跟农产品的加工。其实我们刚刚开始是没有想到要做农产品加工的，因为做农产品加工它很费时，然后又很费工。但是呢，我们做这种友善农耕，其实它漂亮的几乎不到一半啦，漂亮的果。漂亮的果当然就是像我谁龙说的把它做网络的，就是做宅配的方式卖还有通路商。那不好的果呢，总不能把它放到烂掉嘛。去抹菜呢？去抹菜所以有没有我们就想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卖相不好的还有就是过剩的东西，我们做成加工品，它这样子保存的会比较久嘛。所以有没有就把我们所有的种的农产品说是过剩的，我就把它做成这里各式各样的那个加工品。因为讲其实
上的农产品啊，吼新鲜的，可能真是有价值。不过有的时间，我们消费者买过去也有一种烦恼，尤其还有更加都是小家庭嘛，吼，可能一下无法度好适合的时间，可能选择一种加工品，可能可能个方便，系咪安尼？不错，你会不会推出来的时间，速度分养的长度比个生鲜的韩国好吼？其实真的我们的加工品它卖的真的是也是很好，真的很好，因为我就刚刚讲的嘛，漂亮的那个农产品，它的其实它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做成加工品，我们跟我们购买的客人回购率非常好，有达到50%以上，所以这样子也是比较起来做成加工品，它又保存比较久，然后它的收入也会比较多。其实价值会更高一些的。对。既然按好的加工品啊，拄好，我看到你根本又有带来现状，可以俺来上看那些咱的加工品，同真实做出来有冇个冇共用，好冇？好。系啊，你对说真的，俺推荐讲，有哪道可以俺先上看那些呢？可以先喝我们的那个荆棘。荆棘。吉利茶。系吉利茶。咱吉利种做吉利茶，迄味嘅黄黄嘅吼。看看的色神清酱呢。安尼。我们的荆棘可以泡热的，也可以泡冰的。它热的有没有？如果你稍微有在要感冒，还是稍微有在咳嗽，你其实泡热的，它可以改善很多。真是的呢，更加安尼吃下去啊，哇，它的那个精油有的米是有冇？跟以前人家讲给吉利的皮。最重要的都吉啊个皮嘛吼，个油的米是精油全部摕做风，安尼出了清香呢你有加青头桶吗？我们的荆棘里面只有3个成分而已，就是新鲜的荆棘，还有稍微冰糖，然后麦芽，用麦芽不用浸豆难怪，不过要去吃下去甜，无像一般不用浸豆的那种。砂糖的甜，会细甜安尼的感觉，唔会呢，是还清顺利。因为我们里面的荆棘，新鲜的荆棘，它的成分比较高。你外面卖的那个加工品，它的荆棘汁的成分大概只有20%左右。你看它的标示，那我们的荆棘其实它的成分是占比较高，它比例比较高，它的浓度大概会占到60几%。一般以上了吼。对。真是贵好呢，这是。对啊，安尼吃下去热甜的时间啦，清凉爽。不过给喉咙冇爽快时间是要给嘟嘟吼，保护喉咙。再来呢，还有哪样？要给购物的系嘛个？那个桑葚汁。桑葚汁的给过价不？米是皮红的冇嘛共用哩。它桑葚有没有？其实它里面的富含的花青素非常的多。对，而且我们又是做友善的。其实我们采桑葚碰到很多的困难。做嘛个？哪有嘛讲？因为桑葚它没有撒农药它里面的那个毛虫超多的。不说在炸个时间会咬到个虫那个虫啊，还有那个小鸟很喜欢吃。但我们采回来以后还要清洗3次，所以我们会把不好的淘汰啊，用流动的水清洗，把不好的淘汰，然后做好的滤干，洗好洗3、4次，然后滤干以后送进去我们的冷冻库急速冷冻。还要做加工品，还是有客人需要生鲜的冷冻的桑葚，我们再直接再做配送的方式，这样子。但像炸个时间，够麻烦，够费功夫，还会不会整理清洁的时间也费功夫呢？那个时间真的很多，在清洗有没有？而且在采这个桑葚还要很宝贝，你又不能太大力，太大力的话，它的汁啊，因为它没有像没有皮肤一样嘛，你稍微用力，它就会烂掉，就会流出来，给果酱就会流出来。对，本上我炸个松的籽，结果炸好的之后变松的浆，这条路不是加工人工底酱。对，错。哇，真是按你说风来有感觉到你的用心，因为其他个松的籽的米是皮还冇嘛个铁皮的米是，不过是下去的时间，从个条条个给别食共用，清顺，其迄原本果酱的滋味都出来的。
也个听说花青素贵果嘛吼，所以都是古木族的，安尼都搞是家己还有。啊，我们的桑葚跟外面做是不一样，我们里面还是有加麦芽。哦，中庸，怎么个一定会加个麦芽哦？哎，因为桑葚大部分老一辈的讲，比较。他们这样中医方面比较良性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加一些麦芽让它中和一下。外面是大概不会这样子啊，外面都是用砂糖或是用冰糖下去做这样子。真是按你适烘了有个特别的米线呢吼，其实伊啊适烘了个特别的米线，如果讲伊啊水果的米线哦，真是贵错，唔会像桶的米线，有的真的吃起来就是。像那砂糖的米线啊，对，青白色的，有时还像是真是浓缩果汁的感觉。再来喏，要跟人底下迄果干，那有凤梨干，凤梨干，凤梨干，也跟指甲中诶，指甲中，指甲中，指甲麦，也跟果干用很软的喏。我们的凤梨果干没有把它弄得很干燥，太干燥的话有没有吃起来它会割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凤梨，因为它没有喷那个荷尔蒙，大部分外面种的凤梨，他们都会喷荷尔蒙，让它果实比较大，然后比较圆润。我们是用自然农法，就是让它慢慢的成长，所以它的果实颗粒会比较小，然后它的果子会比较绵密，所以它吃生的。也是不会去割舌头，它去做果干，尤其我们的果干是没有蜜糖的哦，就直接按下没用没糖，还给本身的甜，对，哇，它是削一削，然后我们直接切一切就直接送进去，用冷风去把它烘焙，要2天以上的时间哦，哇，安非功夫哦，哇，观众朋友，唔看一下，头先我说以后有个果干啊。真是看得到其他凤梨的个丝呢，一丝啊，清 Q 哦，哇，赶快，那吃下去清吼。有吃到那种原味啦，它的凤梨的原味。但像迄甜，它含有酸的米线，真是好的果干呢。对，哇，好吃。观众朋友，你看啊，有按到好的农产品，又作为好的加工品哦。故说啊，等一下还有更多。好吃好搞的，让人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前面是到几好吃的凤梨果干，头头呢还有看到一个青提配的哦，也个是乜嘅果干呢？大家可以谈一下哦，马上来同大家分享一下。苏晨姐，也个是乜嘅果干啊？头头人哋食得係好食的鳳梨嘛？也個喏，記得果干嗎？唔會，檸檬乾。檸檬乾。檸檬乾哦。檸檬乾。頭頭有講有種檸檬嘛？嗰種檸檬，佢有做一個檸檬乾，也是用嗎？用板做啊？那個檸檬乾我們是用做酵素的方式。用酵素？酵素就是用檸檬跟那个冰糖下去发酵，半年以上我们才会弄起来做凤梨那个柠檬果干。也是用低温烘焙的方式，烘焙差不多36个小时这样子。也個果乾頭食喺鳳梨果乾，冇像我啲鳳係講，佢雖然講也係軟軟，唔過其實係食到嘅。脆脆的感覺里，重點係講係食到腦杯嘅檸檬乾啊，有嘅吼可能係做嘅方式冇共用，這下嘢時間真是沒酸，係怪鹹。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那個梅子粉，因為檸檬它精油非常非常的多，雖然它做過酵素有稍微發酵，可是它精油它還是會辣，所以我們會加一點點那個梅粉。梅粉里面它本身就有鹽分，那對爬山的人很好。我們的客人大部分都是爬山的，還有一些就是年輕的族群。聽下人哋啊，因為聽到不夠了時間，可能不是也會試到人家分享嘅檸檬乾嘛吼。唔過真是有嘅檸檬乾哦，是係迄同嘅是鹽共用，跟某嘢粉底不會加嘅鹽得多。
是一开吼都要经观察，然后过度好啊。不过我知道5年多卡做安尼嘅柠檬干啦，唔会呢，其实算会回甘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再用啊，大部分他们都会用盐巴把外面的精油稍微搓掉。我们是没有，我们是直接片好以后就直接下去跟槟榔下去做发酵的动作。其他嘅蜂蜜啦，同营养保留最大嘅地位嘛。难怪说讲咧，真是怪好吃，唔会亲行，安尼可以，这家安尼吃。安尼关于你能提做一个农产品的行销的时候啊。顾客会跟你们回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回馈吗？像回馈的话，其实凤梨豆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做一个加工品哦，原来凤梨酱还有卤鸭嘅。那是什么？凤梨酱其实我都会跟客人建议说是煮凤梨鱼头，还凤梨豆浆的那个卤鱼头。对。但是有的客人他不想要这样煮，他就买完之后，过没几天他就回来。回馈我们的产品就说，你的凤梨豆浆很好吃，然后说你是煮鱼头吗？他说不是，他就直接拿去配糜。其实感觉讲，直接配那个粥有冇？佢最吃得出来佢凤梨酱的米丝。其实佢贵懂事的啊，唔像讲一听批某个料理来做某个料理，唔是，佢要讲嘅是原本的米丝，因为真是好吃的凤梨酱简单是可以吃得出其他米香，好冇？甘，还有凤梨的姜米。如果卤唔好哦，就从来头都是一个柠檬干香香，这还是抢好。对，真是唔多其他嘅凤梨的米丝啦，仲嘅人哋讲肉脯、调食脯的嗰种豆香的味道。真的是唔出来啊！食有冇油的吼，真是给人唔盼得。接下来给人讲，有个唔会含好有清香的吼，马上就可以来煮汤啦，像刘德光伟说的嘛吼，来卤那个鱼头啊，来炖汤等等，用几好，错冇？你看这个最重的都煮给5条。我们凤梨豆浆大部分都做凤梨苦瓜鸡。有个鸡汤嘛，一天对素食的客人其实他们很喜欢，他们就是在炒青菜，放一些下去这样子，他们觉得这样子，有吃到那个凤梨的味道，然后也很下饭。错，我感觉一个凤梨酱，只要品质好，种的好吃，用版式都可以。对，百搭。我们的凤梨豆酱跟外面不一样，外面他们那个盐巴的含量会比较高。其实我们是在凤梨最好吃，然后又没有雨水。没有雨水的时候做，然后它甜度又最高的时候做，所以我们的糖啊跟那个盐巴都可以量可以放少，然后它的保存又会比较好保存，因为没有水分嘛，所以它保存比较好保存。我们现在1年大概可以卖到2-3千瓶左右。按多对。你的那个凤梨种的面积有一多啊？1甲地。也就用1甲。你种的量可以符合当加工啦，同生鲜安尼去卖。对，所以你听到说，你的凤梨酱可以卖到2千瓶，那个不是值得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存的太多对，唔盼得，有冇法度的状况之下，只好做成加工品了。对，然后减少损失嘛。对。不过我想到亚参的之前有一段新闻在讲凤梨外销有受到嘅影响嘛？你总系按到，也有受到影响吗？有，今年的那个雨水比较少嘛，然后我们又是做这个友善的，没有用化学肥料，然后也没有用荷尔蒙的，所以我们家的凤梨有没有，真的是卖相真的是超不好的，就是青色料，对，青色料，所以有没有青色料它的重量就不会很重嘛，那凤梨是称斤重的，称斤卖的嘛，所以它的收成就会更不好，所以我们今年有没有要很加强的烤凤梨干，然后要做凤梨豆浆。因为今年嘅意思真是够少，嗰时候真是加工的部分量都够大啦。对。真是唐叔人咧按嚟讲，那个影响真是蛮大呢。不过
也个加工品，你的品质够好，故说唔是少，加工品先存起来，然后好好来卖也可做得啦吼，这样我们有个行销的压力，什么？哎呀，安尼真多种来，然后你看农业的地方卖东西安好诶，又有加工品，又有新鲜的，怎么个会想到头前面有讲到，为了推出一个生态旅游，应该更无限的呀，怎么个还有余力想要来推一个生态旅游嘞？然后，因为我们出去展售嘛，有碰到蛮多的客人，然后他们都会自己去开车到我们农场来买，然后就是惜家带眷嘛，有时候跟朋友一起来，一次来就2、3台车，然后他们来的次数多了嘛，又有很多的客人来，然后他们一讲说，你们家的环境这么好，为什么不要就是让人家来参观啊，来体验啊？然后来这边做一个就是假日可以休闲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先生说，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也不会马上走。那大概假日的时间，我们2个都是耗在农场里面，有没有办法下去做农？因为人家多嘛，来那边要同大家交流一下嘛。结果按多年之後，結果人冇法度好工作，都得同大家交流。对，然後那裡面的客人呢，他們就是有些團體，他們就會約，你們家可以讓我們就是來1天嗎？然後中餐就是可以準備給我們吃嗎？那我說，其實這是一個新的嘗試，這樣子。那我們就跟社區，然後我們就開始，就是像你講的，就是接一些團體，接一些親子團，來就是讓他們也有一些工作的機會啦，跟我們一起。原本冇想到為了推一個沙期嘅講生態旅行，結果年輕嘅都會，我就想辦法來講，天數沙期也好，或者天數人自家，本大家有一個可以行了嘅地方，也順晒本沙期嘅人，有一個可以工作嘅地方，有一個用嘅所嘅地方嘛，你能推到更加啦吼。你自家感受到嘅，有乜嘅幫影響佢層嘅人客啦，也甚至於講，沙期地方嘅人來到人鴉片之後，佢有同人乜嘅回饋冇？有，就是有一個台南來的親子團，有一個爸爸，其實他們那一個台南來的親子團的那個，他們的爸爸媽媽都是階層比較高的，有的當律師，也有的當醫生的，結果我就聽到他說。看到我的棚架上面種那個百香果，他指着那個百香果跟他的小孩說：“趕快來看，看西瓜長在棚架上面。”阿梅喂，我聽到，怎麼會有這樣子，就是他們對這個植物這麼的不了解。用辦法同佢。人哋講嘅百香果，頭先說看中人哋嘅習慣咯，一啲按細粒，一啲按大粒，差按多。不過說真的，按嚟分享啊，係感覺真是有樣，因為人哋之前睇農杯有時就會聽到人家分享嘛，又會聽到個唔但想講有個水果可唔做個，其實面到講，人哋底下講。苦瓜可能佢喺省下睇當過，有個人講苦瓜係睇天來風必備嘅，真是冇看過冇做一種食農教育，冇去講中國嘅人，真是見人搶底下講喺超市地方買好嘅嘅人哋農產品，真是唔底下講農產品原本會上到兩版，真是係安尼的。對，我們其實我也有還有一個新的體驗，就是我們會讓小朋友。我們農場種了，養了很多的雞鴨，還有那個火雞啊那些，我們會讓小朋友來去尋寶，去撿那些鵝蛋啊、雞蛋啊、鴨蛋，他們挺多的就是可以拿來烤，包一包烤。那我們有接到一團，他的小孩子其實都還是蠻大的，幼稚園了，他們拿的那個撿到的雞蛋有沒有？拿回來是用丟的，奇怪了，那一團破了10幾個那個雞蛋啊、鴨蛋那些，然後爸爸媽媽也覺得很驚訝，他們會跟他講說，那個東西不能用丟的，那我們就想，小朋友，其實平常你們都是拿熟的給他們吃，就是他們講，爸爸媽媽你
平常都是给我吃那个蛋黄哥而已，就是煎好的，不然说是煮熟的。他们不知道，生的鸡蛋是要好好的去呵护它，就是它会破，你只要碰到它就破。所以这个是也让我一个很深的体验啊，就是小朋友，我们就是给他读书而已啦，没有给他说让他们去比较多的时间去接近大自然，这样子。真是的，认识一下好好，认识一下我们自然的环境啊，吼。对。你能去到能够体验沙溪的一个生态行场，最好係先打電話，也係講送明去採啦嘛，吼。對。觀眾朋友，唔看我們沙溪，同我們農場可以結合的暗號來推動在地的生態旅遊，也希望大家有限的時間啦，可以來鄉下來同佢哋支持一下，順勢介紹我們天然自然的環境，支持我們在地的農業啵。今日呢，請多謝我們蘇小姐同各位帶來按精彩農場的分享同暗號的農產品哦，再一次感謝兩位。謝謝主持人啊，我們就是歡迎大家來從資料，來我們全生生態農場來聊。